第二階段 B 喺加拿大嘅中學生活其實相當普通同埋乏味。喺香港完成咗中二嘅課程之後 ，B 就有機會去到加拿大卡加利呢個城留學。B 因為喺當地學校俾佢嘅入學能力測驗之中攞到非常之高嘅分數，所以學校嘅入學主任就講俾佢聽，唔使佢去讀一般留學生都需要讀1年嘅語言適應班，俾佢直接跳級到高中1年級。呢件事令到 B 對佢自己嘅能力感到自豪，亦都令到佢充滿自信咁去展望未來嘅日子。但係好快佢就發現，原來自己喺香港學咗咁多年嘅英文喺加拿大係完全唔啱用嘅。呢件事令到佢受到咗好大嘅打擊，因此 B 決心要盡快令到自己嘅英文達到如同加拿大當地學生咁嘅水準。於是佢就加入咗校內嘅樂隊同埋話劇社，希望可以融入當地學生嘅日常生活。經過咗大約半年之後， B 就發覺佢自己嘅英文已經同當地嘅學生相差無幾。雖然 B 好努力咁學習點樣去成為一個北美洲嘅年輕人，但係佢喺中學呢段期間，佢並冇好似當地嘅年輕人一樣沉溺於同異性交往，所以 B 喺高中嘅呢幾年喺戀愛方面係毫無經驗嘅。期間佢雖然曾經同當中一啲女同學關係密切，但係始終都冇進一步發展過。喺中學呢3年裏面，除咗努力學習同埋創作佢最喜歡嘅音樂之外， B 只參與過校內嘅社團活動。畢業嘅時候，佢因為喺加拿大嘅中學會考攞到優異嘅成績，所以就成功考入咗位於東岸蒙特利爾佢嘅夢想學府麥基爾大學。同時佢亦都兼修埋多倫多皇家音樂學院嘅最高等級音樂證書。喺東岸，因為入住咗學校宿舍，所以 B 就有機會結識到嚟自世界各地嘅學生，並且同佢人生之中第一個有機會發展成為佢女朋友嘅女仔 A 發生咗一段柏拉圖式嘅戀愛關係。A 係一個愛爾蘭同埋德國嘅混血兒，佢因為經常喺宿舍嘅地牢聽到 B 精湛嘅琴技而喜歡上 B。 最終呢段似有還無嘅感情因為 A 需要翻去英國而告終。喺蒙特利爾生活嘅期間，除咗呢半段戀情之外， B 嘅生活同喺高中嘅時候一樣，主要係以讀書同埋音樂創作為主。之後 B 就翻香港。第二階段南方歌曲 He, She and Him 所代表嘅就係 B 喺北美留學時期所喜愛嘅其中一種流行樂曲風，新英倫式嘅電子流行音樂。而女方歌曲承歡記 Home Alone 就係代表住當時喺香港嘅詩經常都會聽到嘅日本流行音樂。要想哭，始終未講，話忘掉要傷口，到底未慣。無奈在婚禮期盼花開會結果，望見愛惜天已經離開，活着但美好天未走，別看一生的痛在懷緬，亮過的終變灰暗。好幸運走啦，
了吧？來幾首情歌聽一晚，譯書的時候沒有誰，沒有心間，各自愛嗎？誰的貓留低伴我吧？親愛路人，誰能隨失真一真假？想愛誰，誰無愛多過誰？雙眼，誰年月暗中開花，寧願自封為一轉眼，安穩的是跟個人，隨便就講兩人，承諾難道未夠難？誰曾讓我多麼想，別人亦會敷衍怕負擔，只好一直不費神，無謂付出過有牽掛。誰不想離家玩一下？誰只想隨心